环境部伫9月7日有公布新的环评委员名单，14个委员内面呢，这环境工程背景的委员就占9个，引起环保团体不满。伊认为讲这专业比例无平衡，要求环境部把名单撤倒登记。那环境部是回应讲，虽然多数委员是环境工程出身，不过因的专长拢无共款，所以因就要尊重委员心在能力。 亲像连贯开发工业区，也是去做交通系统等等。若是开发可能会影响到环境，拢要通过环评委员会审查才通做。环境部9月7日有公布新一届的委员名单，不过，互环团批评讲，14个委员当中，环境工程背景的委员就占9个，而且嘛无医疗和公共卫生背景的委员。环团认为严重失平衡，呼吁立法院冻结环评会议预算，嘛要求环境部退回名单。这个极端环工的委员会。 这是极端的，这非常可惜，一定要停看听。所以，尤其2023年的 COP28 是强调健康，恒启明竟然没有这个概念，已经完全不适合去做气候变迁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啊。 针对环评委员当中，环境工程背景的学者就占6成7席。环境部是表示，虽然多数委员是环境工程出身，不过这些委员也包含空气品质、主管循环和水资源等专长在内。而且环评是无上卖看开发的性质，另外各个邀请1位至3位的专家学者来参与。觉得用学历去认说他是什么样专长，可能会有失偏颇。有一个江宏龙教授也被这个民间团体归类为说是环工的这个背。 可是呢，他其实过去在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14、15年，那也是健康风险管理系的系主任。自从1994年环评法立法到达，其实环评制度已经施行30年。环团嘛要求环评法应当爱修法，在环评委员的部分应当爱制定专长比例。 环境部表示，针对修法的建议，今年已经有在做环评总体检专案，按算11月会有初步的成果，时交会和各界加强沟通讨论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